兄弟平安。咱做来吟今仔顶部礼拜所要吟的圣诗，头一首新圣诗第184首。上帝听堂哪会遐大，咱一个吟就好。来，上帝听堂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予我，敬我比比上我的人，予我甲要君我，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托的，为保守地交下你。这首圣诗咱兄弟拢真熟，咱对伫主晓做领袖来听堂嘛，真正是大搁再大。吼，咱礼拜中吟诗的时，咱的兄弟唱歌队，若是会通好吟4部的，咱就照家己的声部来。再接另外一首第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我爱主的款式，我爱款手起，伊无怨行我人民，常常温柔谦卑。我爱学主的款式，伊捌点款山顶，甲咱天白衫归面，我爱做咱再来一摆。我爱学主的款式，爱学无快小气，伊无怨行我人民，常常温柔谦卑。款式伊捌点款山顶，甲咱天白衫天明，我爱做好心。这首诗歌吼，咱兄弟有缘是真熟，但是为的迄个音符吼，为的一个音符唱一字，为的一字爱唱2个音符，所以咱兄弟咧吟的时阵，吼，迄个该起、该落、该换声的时阵，小注意一下。咱直接将时间交予敬，咱做伙来敬拜。兄弟平安，真欢喜，咱对着天顶阿爸爸遐得到真大的祝福，带领甲因带，咱做伙起立来吟诗学乐咱的主。天白云顶真正大，天白云顶真正大，美丽的云彩，无论风雨也变晴，你拢会做伴。咱着笑脸你的阮，美丽的有存，好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无去。
拜。伊要稳定真正大，你的引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会作伴。咱着少念伊的恩，你的有存，无在会艰难变这欢喜，烦恼变风雨。一定他一抓，无人稳定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路为啥定势，无天地拢总三家，欢喜你大因传。无人稳定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路为啥定势，无天地拢总三家欢喜，无天地拢总三家欢喜。听者，感谢咱天顶阿爸爸，咱信仰的模范，迄个埃及王子摩西，一直极伟异的事，捌做个埃及的王主，但是伊伫个信仰跑道的路上边缘，主上帝爱去带，伊一个人要出来。伊嘛会惊，嘛会带，伊嘛会走去理。咱伫咱的生活当中，咱嘛有真侪事，得到主真大的帮助，带领甲因传，得到真好伫信仰顶悬真好的见证。但是咱嘛有求，嘛有软弱，嘛有抽退，嘛有惊的事。毋望咱的主不管伫是事，拢会通好伫咱的身边，带领咱。因带咱，伊的听，拢要甲咱做伙。主，你的听。我的心有小痛悔，又带搁惊吓，坐坐困目瞪大，我要看见你的听。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啊我，天天也几破。做无啥物会当跳伞，主你的听，你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做无啥物会当跳伞，主你的听，我的心有小痛悔，又怎搁惊？困目瞪大，我要看见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啊我，天气也几看，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你带我的路，保护我，对到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
山，主你会听，主你会听。主你会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要我，坎坷也会过，绝无啥物会当挑山。主你会听，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对甲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挑山。主你会听，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挑山。主你会听，主啊，我要归对你，将我的心献予你，为你的好调甲疼痛，更是心无骗你。主啊，我要归对你，将我的心献予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正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望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口的时，予我不忘行落去。主啊，我要归对你，将我的心献予你，回应你的好调甲疼痛，坚持心无骗你。主啊，我要归对你，将我的心献予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正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望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口的时，予我不忘行落去。主啊，我要归对你，将我的心献予你，回应你的好调甲疼痛，坚持心无骗你。主啊，我要归对你，将我的心献予你，求你引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正分享出去。主啊，我要归对你，将我的心献予你，回应你的好调甲疼痛，坚
做你的器具，通好将你对阮的疼来分享出去。不管是你的话要诚多，阮的愿望带领引带阮行过人生的路站。不管是你的疼痛，要诚多阮上好的倚靠，互阮有愿望继续向前跑走。主啊，毋望你的疼、你的帮助会通好踮伫阮的身躯边，一直到一世人，继续带领引带阮跑走头前的路站，通好永远诚多你的器具来引带搁较侪人来到伫你的面前，来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不只是带领阮的一生，嘛要带领搁较侪人的一生。不只是互阮诚侪你的器具，嘛要带领搁较侪人做伙来诚侪你的器具。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门。
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也是做我拯救的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学罗伊，是我爸的上帝，我要尊伊做大。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请起立，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咱来吟全首。请备办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万军的耶和华，你是至悬、至大、至尊的神，全能的神，荣耀的君王，全地拢要敬拜阿罗你，一切荣耀拢要归伫你。感谢主，阮逐个搁聚集伫你的圣殿，听你的话语，享受你的恩典。阮要敬拜阿罗你，阮是何等的福气！主啊，你为阮流出宝血，牺牲性命，搁赐予阮活命的水泉。阮要感谢阿罗你，主啊，感谢你固守阮，无受撒旦的迷惑，牵阮的手不得失迷，行无路。主啊，阮常常背逆做歹囝，你带阮转来，将阮惜命命。当阮无气力、悲伤、受委屈，你擦拭阮的目屎，陪伴阮行一生的路站。主啊，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路前的光。阮要一世人跟对你。
感谢主，阮若要为着全球来祈祷。疫情、战争，互真侪人性命拢受到艰难威胁，因的生活拢受到影响。求主你保守看顾因的心灵，愿你赐下帮赞甲医治，愿你的和平甲公义永久，互遮的百姓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啊，阮也为着教会每一位兄弟祈祷，求你施恩赐福。怜悯阮的灵命软弱，求你保守每一位兄弟，无管是家庭、工作、学业，一切拢交托互主。伫基督内底，互阮拢无欠缺，常常倚靠主，无惊吓，无烦恼，互阮充满信心、喜乐甲平安。阮也为着教会150周年，逐项的庆祝活动来祈祷。主啊，阮一切活动拢是为着传扬主的福音，互阮看见教会甲众兄弟姊妹逐个众人的需要，互阮彼此相帮赞，会当团结和谐。阮毋是为着办活动的成功，而是为着要甲主同工，互生命会当成长。求你坚固阮的信仰脚步，也互着无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得到平安甲福气，互因哪好势哪甘甜。主啊，阮的礼拜将要开始，求你的圣神降临，开阮的心门，祝福无私的讲道，赐下生命的稳定，复兴你的教会。感谢主，阮安尼诚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大家咱做伙来启用。今仔日启用的是启用文第8篇诗篇第23篇，伫咱的圣诗后壁面，启用文1009页。兄弟选着，我来启，兄弟来应。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心的开甲。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以上，煞接咱圣歌队要带领咱来献诗，马街周礼传福音，请。早前马街来到9年的地，遍地看见上帝百姓失迷，奉主圣名设立泸州教会，栽培信徒信仰摇篮的地，信仰前辈伫遮流汗流血，结出圣神果子，丰收百倍。信徒同齐自责，敬拜上帝，福音遍传全地，
直到万世。感谢圣歌队美好的歌声。接着，咱做伙起立来照念咱的10届。第一届，我以我灵通万上帝，第二届，唔通为家己要天奉上，第三届，唔通让上心了我的上帝名，第四届，要记你按照你守伊做事，第五届，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届，唔通害死人，第七届，唔通听奸淫，第八届，唔通偷窃，第九届，唔通做假感情，伤害你的厝边，第10届，唔通贪心。请坐。接着，咱做伙来看圣经。今仔日所选的圣经伫罗马人书第8章第26节到第39节，真长。伫咱的台语汉语本178页，请这若显着，请听我来读。第26节，各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颈，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独独圣神家己用未讲出的吐气替咱求。监察人的心的也知圣神的意思，因为伊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搁咱知万项事项，三甲内，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因为伊所大成知的，就大成定着因甲伊的囝的三同款，互伊伫侪侪兄弟的中间做大囝。30节，搁所大成定着的，就调因；所调的，就称因做义；所称做义的，就互因有荣光。论到遮个事，咱要怎样讲？上帝若为咱，之所以会对得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为着咱众人献伊，敢无煞将万米白白互咱吗？之所以要告上帝所敬的百姓啊，称因做义的是上帝，之所以定因的罪业。基督耶稣已经死，尚且对死人中搁起来，坐伫上帝大名，也替咱祈祷，之所以要戒断咱伫基督的疼，也是患难，也是困苦，也是困毒，也是骄傲，
也是痛体，也是危险，也是离岛啊！亲像所记载讲，阮为着你的缘故，将你受死，看做亲像要杀的羊。阮当伫遮个拢总的事，咱对疼咱的得胜到有剩，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是将来的，有权能的，是悬的，是深，还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会过长咱伫上帝的疼，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疼。以上。接是牧师的讲道，伊的题目是“输赢之间”，请主神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后主日就是咱释教150年的主日，阮上帝是阮帮助咱，互咱教会经过3个许年，经过超过1世纪。伫遮的恩典甲疼痛，帮助咱来努力，对感恩礼拜开始，咱的活动会进入大型的，就是咱6月22号，咱伫咱的教会要举行马街导览日，泸州马街日，就是咱的教会的导览日。伫9月10号，咱有伫泸州国小，会记得是伫泸州国小的大礼堂。咱有举办社区的分享会音乐分享会。为什么要有这个大海报鼓励咱搭这个海报？是来自于2014年我第一次去日本去参加日本东北的大地震的救灾的行动就是参加总会救灾行动迄是3年后3.1大地震3年后。我嘛第一次去日本，迄个地点伫仙台仙台迄个所在，就是东北上界大的都市。当我伫机场，我坐捷运机场捷运要入城，我就伫掠头伫咧车厢看到一张棒球队的相片，原来这是在地东北乐天精英队的相片。然后伫迄2礼拜伫日本比如讲我今仔日去食拉面，明仔载去食寿司，是搁过几工我去食烧烤，发现逐间店拢有搭坐，所以一条路若100间店，然后80间店，然后拢有搭坐，表示讲安那，即个球队真受当地的欢迎，这叫做人气与灵感。我发现这个他们的人气还蛮旺的，所以看咱泸州各地啦，拢出现安尼，你会感觉安那，你会惊一条。当你去配目镜，哎哟，你去看齿科，哎哟嘛有搭，是你食切仔面，哎哟嘛有搭，迄是啥物情形？叫做教会的人气很旺。感谢主，虽然我们还有很多海报，还需要各位努力，但是剩10几天咱阁继续努力。咱嘛先甲目标，就是咱后礼拜的感恩礼拜，先甲完成互咱主场优势可以出现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上帝，你听阮，因为阮每一个经历，主你互阮有灵命甲灵性，就是主你的圣神嘛踮伫阮的内面，互阮看见主你圣手的引带。互阮经历教会要进入第3个喜年，这是欢喜的年，嘛是感恩的年。互阮用欢喜的心来迎接泸州教会设教150年，感谢主你的恩惠甲疼痛，使阮伫即个土地。我嘛看起宣教师马街，过去伫淡水河，伊坐船来去，1982
到五股，到泸州，到大洲埕，到新店，到艋舺，到新庄，到社口，到上山，到南港，到汐止。感谢主你透过伊的脚迹，伫淡水河、基隆河的烟花设立教会，最后阁将福音传到基隆，阁进入宜兰、甘马兰的所在，阁将福音传到桃园，传到新竹，传到苗栗。感谢主你透过伊的脚迹，互行过的所在设立教会。虽然有的教会已经关起来，伫教势的影响，伫时代历史的背景无继续延续。但是我有看到60间的教会延续宣教的使命，泸州教会就是其中的一间。感谢主你听阮，互阮的教会有这传承延续宣教的使命，将福音来遍传泸州这个所在。感谢主，你的恩惠甲阮同在，祈祷靠最后所祈祷圣主名来求，阿免。罗马书是保罗写互罗马信徒的书信。讲罗马教会是安怎建立起来？罗马教会毋是保罗建立的，嘛毋是彼得建立的。虽然咱知讲一个故事特别是天主教会因所认同彼得，最后伫罗马顺道，甚至最后是倒顶十字架。伫使徒行传18章嘛有记载，阿基列甲巴基列，亚居拉甲白居拉嘛捌伫罗马城，最后因受到驱离，就是最后即个皇帝对基督徒真有大意见，下驱逐令。叫基督徒离开罗马城，要避免即个危机亚居拉甲百基拉，因就来到哥林多。使徒行传第2章第10节嘛有记载五旬节，迄日使徒讲去各地腔口的话，讲起各乡各地的话，那其中也包括对罗马城来的人。所以对安尼，咱看见教会。伫五旬节了，开始信徒开始建立教会，包括罗马的教会。当扫罗咧迫害亚鲁撒冷的教会时，最后有设立即个安提阿教会。罗马教会有真侪是犹太人，总是嘛有一定的比率的外邦人。所以咱看一个罗马遮大个城市，因的人口一定是真侪，但是因去对庄脚来奋斗的人，可能嘛族群嘛是真复杂。所以罗马的教会有可能来自各地的人种，包括犹太人。所以保罗一生传福音，伊怎样用福音来成就伊胜利的人生？虽然看伊最后的人生，感觉是无真完美，总是伊用伊的一生来荣耀上帝。虽然伊的人生伫咱来看，伫基督徒来看是荣耀上帝，但是有可能咱感觉讲一般人感觉讲伊做一个法利赛人，伊若是会当享受荣华富贵，安尼毋是搁较好嘛？总是上帝旨意甲拣选，拢伫每一人的心上是无共款的。所以罗马书8章37节讲，反正伫遮拢总的事，咱对听咱得到胜利到有存。保罗讲胜利到有余。然而爱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让我们已经得胜有余。所以牧会有一句话叫做“输输啊赢”，毋是输输啊去输输啊去是叫做汽车甲机车叫做输输去所以牧师来讲牧师谈到这来讲输输啊赢。即句话真深，所以人生输甲赢之间嘛无啥物种的绝对。每一摆来看棒球，最后迄个记者讲虽败犹荣，
大家来听即句就是虽败犹荣吼，就是爱去食锅贴啦吼。若看到四海游乐的头家起来开门做生意，就知影讲啊，即场袂赢吼。叫做虽败犹荣，就是爱去食锅贴吼。但是输甲赢的之间，无一定是绝对的吼。有人赢了面子，输了理智，有人输了理智而赢了面子。第一，咱对保罗诶，伫罗马书所编的罗马的信徒，咱做来看，咱甲主的关系对26节到30节，咱伫咱的内面帮助咱上深的一件代志，就是讲，毋知要哪祈祷的时，圣神就替咱来祈祷，圣神同情同理咱。用伊的吐气，来替咱祈祷。所以圣神是用祈祷来帮助咱的软弱。主耶稣嘛欢喜应答人伫软弱的时来求助的祈祷。所以上帝保罗妈妈讲，主的恩典够也我用。保罗是夸口家己的软弱。所以上帝伫人软弱的时，上帝用伊的气力来扶持咱。所以，当咱幼稚软弱，咱袂晓祈祷的时，上帝找圣神来替咱祈祷。毋是咱袂晓祈祷，有时咱毋知影要安怎祈祷，有咱毋知影要安怎替人祈祷。譬如讲，咱毋知影要安怎替乌克兰的百姓来替因祈祷，因为咱毋捌经历过战争。若有经历战争的人，检查伊着对。即种的感触真深，譬如讲捌经过越南战争的，即个越南的难民，因着讲，因着知影讲，即种战争对土地的损失伤害是非常的大，对人对家庭的伤害是偌大，所以圣神用千言万语来祈祷，所以个人真实的祈祷，有时咱可能讲袂出，总是圣神用伊的吐气。来替咱祈祷，所以当咱有甲主亲密的关系，圣神伫咱内面，上帝借着伊的灵伫咱的内面祈祷，所以咱透过互相的相通，就是沟通。所以咱感觉讲咱软弱会做误，但是有可能咱毋知影要安怎祈祷，但是圣神就是安尼正做咱一个沟通的桥梁。所以万事就是讲。所有的代志，无一项是例外的。所以，当临到咱身上的所有的事，互咱产生彼此互相的效力，叫咱得到利益。所以，万事得到利益的秘诀，就是伫听上帝。所以，一个人的经历，就是爱听上帝。无听上帝的人，拢无法度得到什么。只有听上帝的人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因为上帝是监察人的心的上帝，伊知影咱的心，所以咱的心有听上帝无？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透过祈祷，咱甲上帝相通。咱每一人一生拢爱透过甲主的相通，所以主才有法度按照伊的旨意互受调的人。就是按照伊旨意受调的人，就是讲照伊的好意来竞选咱，来呼召咱。所以有一种人得到好处，就是听上帝的人。如果你若无听上帝，恐惊无一项事是有甲你效力。所以上帝会当改变你的心，互你的心会当转向伊，愿咱会当甲上帝有好的沟通。第二，咱正做迄个桥梁，是讲配合上帝的手引带，万事拢有伊美好的带领。所以咱定头生了后，伫咱日常的生活经历，就是有圣神的帮助甲做工。一方面，有可能上帝安排环境不如你所料想的顺利，总是安怎？你会当合适，亲像耶稣一样，亲像咱的主一样。所以上帝互伊的独生囝伫正兄弟的中间来做大囝。所以有一句话讲，毋免惊，耶稣是啥物货？耶稣是阮阿兄，毋免惊，毋惊兄，耶稣是阮阿兄。所以我有一个女的牧师讲，耶稣是伊的安尼去，耶稣是伊的大兄。
所以伫咱完全咱亲像耶稣基督的时阵，爱记得耶稣是做一个咱所学习大囝的身份。所以上帝透过伊的独生圣囝，互咱来学习亲像伊一样。第二，咱爱伫咱的生命顶面来成长，就是对31节到34节。所以咱爱知影讲，咱是上帝所拣选的。有一个囡仔伊捡着一粒卵，这个囡仔，这个卵可能甲一般的鸡卵较无相款。这个囡仔讲，这粒卵毋知影为佗来，伊就知影甲伊放伫鸡母的内底。这个鸡母顶面内底嘛有几粒卵，做甲这粒鸡卵甲放落。伊毋知影这粒卵到底是对佗来。有一日，这个卵，拢对着鸡母，伫遐甲伊孵卵。即收的卵，拢做伙孵出来。有一只较无相款，原来迄只是叫做鹰仔囝。即只鹰仔囝，甲鸡，这鸡仔做伙大汉，伊就学习亲像鸡仔安尼食物件，食物件。当这个鸡，甲即只鹰拢大只了后，有一天，即只细只的鹰仔伊看到天顶的鹰仔咧飞，讲这即种遮尔大只的粉鸟伫顶面咧飞，这么雄壮威武，遮尔奇妙，伊袂记得家己是鹰仔，因为伊甲鸡仔囝做伙大汉，伊就袂记得家己是鹰仔。所以有当时咱袂记得家己是上帝的囝，袂记得咱是有尊贵的身份。所以当耶稣救赎咱的迄个时刻，咱就有无共款的身份地位，因为咱诚做上帝的囝儿，是上帝伫万人中间来拣选咱，互咱诚做主的囝儿。所以一嘴会过上帝所拣的百姓，称因做义的是上帝。所以，互咱诚做伫上帝眼中诚做义人，亲像阿伯拉罕一样。因为咱是受拣选的族类，因为咱是有尊贵的祭司，咱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愿上帝使用帮助咱。第二退缩有一个故事一粒篮球伫我的手中，有可能伊是价值600箍的一粒篮球种一站即摆拢爱带我的查某囝去公园，骑脚踏车，就看到人伫遐拍球，无论你拍啥物球，一粒排球，一粒篮球，伫咱的手中只不过是几百箍的价值。但是这粒篮球呢，若是伫迈克尔·乔丹的手中，哇！迄粒篮球拍卖会当卖几若千万，几若百万。所以篮球伫无共款人的手中，就有无共款的意思。咱去爬山拢举拐可能举登山杖，也会当伸缩的登山杖，安尼行，咱做咱行路。但是呢，即支拐若伫摩西的手中，伊只红海就会当分开。所以拐伫无共款人的手中，就无共款的意义。耶稣去摕着迄5个饼2尾鱼，刚才是两片吐司，甲5片吐司甲2尾鱼伫咱的手中，有可能5个饼2个鱼，5片吐司甲2尾鱼伫我的手中，有可能我都甲伊做成鲔鱼三明治，但是伫耶稣的手中，伊天足蛇，就会当饲饱5000人，所以5块饼2尾鱼，伫无共款人的手中，就有无共款的意义。钉仔伫咱的手中，咱有可能会当甲伊钉一寡的物件，但是钉仔钉伫耶稣的身上，就会当带来救赎，就是救赎世界人。愿主想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咱所拥有的，拢是上帝所予咱的。咱是倚靠，诚做当倚靠伊的人。第三，听会当赢过，听赢过一切哇，少了一个
听赢过一切。第一，伫险恶的环境的中间，所以保罗讲是啥物会当隔断耶稣？咱甲耶稣之间的疼，咱甲基督的疼，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困重吗？是枵饿？是脱体？还是有危险？还是内刀？其实咱对遮个来看，伫台湾的基督徒真少拄着安尼的迫害。有，100多年前伫泸州教会初代信徒，伫咱楼梯口迄个身躯的洗礼的名册顶面，有一人叫做陈树美，因为迄种无赖，怎坐监，伊伫监甲传福音。当然，伊最后伫监甲过身去。有一日，我翕马甲的日记，马甲去到台南，有去监甲甲伊探视，去探视他。即个陈树美为着福音来顺道，真正。总是咱伫看初代教会，保罗讲，啥物会当隔断咱甲上帝听？是患难吗？是遮个险恶的环境吗？是啥物互咱会当甲耶稣基督的听隔断吗？无，愿主是阮帮助咱，无啥物会当互咱会当甲遮个隔断。那亲像圣经所记载我为着你的缘故，将你避台，人看咱亲像要刣的样。所以伫得荣耀的路的顶面，一定爱有的经历，就是受苦。所以日常的生活中间，咱时刻会当感受受苦，以及背即个十字架，亲像耶稣基督一样，亲像基督的死所带来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伫咱的心上嘛。我讲2004年，我第一次去日本，有一日的歇假，阮就是逐工拢骑脚踏车，对市区，一直骑到巴黎的沿海，差不多安尼的距离，再远一点点，差不多有只骑到淡水啊，逐工就骑脚踏车，就对仙台的市区去骑到迄个一个小沿海的小村庄迄个小村庄早着迄个海啸村仔面拢被摧毁了3年了后，因就开始重建。我阁有遐看到因的政府伫遐咧抬迄个沙，因咧用足大的机器去甲遐个沙甲伊抬过，因为迄物件拢乱七八糟，拢恁兜的物件走来阮兜，因兜的物件就是拢揽做伙啦，所以伊遐甲迄一寡的废弃物落无落的物件甲抬掉，然后才会当种植，一区一区来，所以有的区已经较早就抬过所以经过3年，椰子第一届的收成第一次的收成就是他们要种水稻，阮是8月去，8月开始要收割所以是第一年。因迄个庄头丰收季丰收季，有一日阮就是做5工，了有歇假，迄工我拄仔歇假，我就去一个所在做庄脚的所在，我想讲要伫日本看到教会有哪真困难？我无去倒去看一间教会，即间教会的入口有一个钟，就生做安尼了我就去甲看，看到一个公告辅言基督徒教会圣日礼拜，这个主题叫做耶稣的身体千叶雅斯这个牧师千叶雅斯是这是这个牧师还是传道午前10点半做礼拜哇，还他们的幼稚园，我看到这个时我感受到真欢喜。因为你毋知影讲，过去伫日本搁较早的时代，因若信主，拢爱迄种抬头，伫迄个幕府的时代，所以因的信仰所比咱辛苦搁较侪。马甲来透露因嘛毋茫讲虽然有迫害，总是咱无受着种政府大的压力甲咱掠去抬头，无安尼大的迫害，总是咱看着伫日本迄种搁较早迄种教传福音的时代，
是受迫害的。所以咱看到即间教会我非常会感动。所以讲，无啥物会当甲主隔断的。虽然艰难的路环境是难免有，但是主互咱有一个出路，咱靠着听咱的主，互咱已经得胜。就是讲，这个仗，这战争还袂拍，咱就已经得到胜利，而且得胜到有剩。毋若是得胜，是得胜到有剩。主是阮帮助咱，怎么飘那么快？跳掉了我按错了，怎么跑在这里？所以伫耶稣基督内底听，愿主是阮帮助咱，只有上帝帮助咱，上帝甲咱同在，有上帝的同在，互咱得胜到有剩。拄仔讲我去骑脚车，骑脚车，骑脚车，逐日我拢爱经过一个所在，2礼拜骑脚车经过一个所在，我记是伫我的左手边，迄带头迄个日本的少年人讲，你看左手边，有一个足大的球场，棒球场，迄就是日本乐天精英队的主场，好大然后呢，骑，逐工去骑，就去割草，去挂毛豆，去收南瓜，有当时去培因，就煮南瓜互阮食。有当时去住和屋，去唱台湾歌互因听，甲遐个无厝的人伫遐甲因传福音，陪因唱歌，跳舞互因看。了有一日我就想讲，放假的时阵我一定要去看一场棒球赛。我就去看，我就真正迄天礼拜日暗时去买票，去看迄个棒球比赛，就是主场。对，我记迄天是乐天对阪神队，哇！你知影？整个棒球场都是人，然后我买着票了，找着位，坐落了，看着头前迄个荧幕，今天满员，啥物意思？就是售完，今日满场啦，迄1-2万人，我就看到阪神队的人伫对面一撮惊，无几个，所以那个声势很大就开始比赛，我就看，一直看，原本是输到第9局的时候打成平手，后来打到延长加赛，所以第一届去看日本职棒真趣味看10局迄就是看9局佮送1局，而且还满员，全部都满场。愿上帝帮咱生互咱有教会伫即个所在，真正有迄个啥物货主场优势。我定定去食迄个蚵仔面线，去食炒饭，去食拉面，像即条路拢食过啊。有一日我到海博，想讲头家你帮阮打一个，其实我也蛮难启齿的。所以表示说我们的关系还不是那么的熟，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透过伫遮，咱爱甲本地人建立起着迄个关系，互咱知影讲，咱去海报互伊，伊就帮咱打，愿上帝帮助咱。我嘛知影讲非常的困难，因为我去食蚵仔面线食了，我看讲，你敢若嘛无所在当打呢所以我就无甲头家讲不要紧，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会当得到主的听，互咱知影讲，伫耶稣的内面，即个听，有教也咱用，互咱得胜到有剩。同心来祈祷，主你感谢阮，互阮诚做你的囝儿，透过主你拣选阮，透过耶稣基督的替赎，互阮诚做赎回的囝儿。感谢阮的心要真浅，就是信用伫阮的内面，互阮的经历要无够。愿主你帮助阮，伫阮的生命的内面，会当伫逐种的境遇，无论是拄着任何的困境，亲像保罗所讲，
是妖吗？是汤地吗？是内刀吗？是危险吗？是啥物种的境遇吗？是遮个境遇所拄着的苦，拢无法度过长，甲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就是伫耶稣基督内面的疼，有教也怨言。愿主施恩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知伫任何境遇的内面，主你的恩典拢教也怨言。感谢主，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美好的信息。再者，咱做伙来吟回应诗，新信诗第543首。我爱学主的款式，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再者，咱备办心来复现，请即现的同工来即现。请坐，请起立。
兄弟请坐。接着，咱做伙来读经句。今仔的经句是《罗马人书》第8章第37节。咱做伙来台语读2遍，请。反正伫遮的拢总的事，咱对听咱的得胜到有剩。反正伫遮的拢总的事，咱对听咱的得胜到有剩。罗马书第8章37节。好，接着咱来介绍新的朋友甲做报告。请问今仔日有头一届来教会无？无。好，请拍开咱的周报，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永主日圣礼典完成洗礼，加入泸州教会。第1位圣灵洗礼，吕文良兄弟、肖淑燕姊妹、洪建志兄弟、何祖英姊妹。第2，小丽洗礼，洪新友、洪哲瑞、王心乐，愿主赐福互因的灵命搁较成长吼。第2，本会设教150周年庆典活动，目前排定有遮吼。第1，6月18日下晡吼，设教150周年感恩礼拜。第2，6月2日。泸州马街日吼，咱有咱的教会有投篮的活动。再来，咱第39月10日下晡设教150周年社区分享音乐会，请大家为以上的聚会献上守望的祈祷吼。第3，6月18日是咱本会设教150周年的纪念。感恩日当日吼，请兄弟穿着咱教会赠送的纪念衫吼，蓝色的迄领，大家拢有吼，拢有摕着无？拢有吼，若无的是无摕着的，各个的单位佫会佫发吼。好。伫个当日的中昼11点吼，教会的朋友爱餐吼，餐后请有志的兄弟协助场地的服务员收拾的工作。第4，本会有印一份的包含教会的简介，加150年的圣经金句吼，这摘要小册。你这安尼吼，这有一页吼，内底内容足丰富的吼，包括咱的一寡历史渊源，一寡介绍，嘛是传福音真好的一个本吼。伫咱的1楼的迄个正手面吼，迄个柜台遐吼，大家会使摕来看，嘛会使来分享出吼。欢迎索取你若随身扎咧吼，背金句还是来做传福音，拢真好势吼。请大家会后吼，会使去1楼遐去摕吼。第5，教会近日吼有设教150周年相关的活动，有投入袂少的人力吼，甲物力吼，甲咱的财力敬请咱兄弟姊妹吼，为着咱设教150年的事工吼，来共同关心祈祷奉献吼，咱来回应咱上帝的疼。第6吼，咱的何新华吼，伊姊妹伊的查某囝吼，彭宇杰生产吼，得到一个查某婴仔吼，高60吼，因母囝拢诚平安，愿主赐福互因。替因同欢喜吼。第7，教会开办第2期的司法班吼，你的司法的用品家己传吼。每期吼3个月，即届是对6月20到9月5号吼。每礼拜2中晡的9点半，由咱的
林慧玲姊妹吼，慧玲姊伫遐吼，慧玲姊，影无来，有吼，慧玲姊吼，嘿，那是咱的书华老师吼，才女哦吼。好，伊报名费吼200块吼，欢迎邀请社区的朋友吼做伙来参加吼。咱主要目的借着安尼来传福音吼。啊，你若有意爱吼，咱的传道组叶秀兰长老来报名吼。第八，咱的关怀探访吼，6月30日，伫8点伫卢玉凤姊妹的厝体吼，玉凤姊有来吼，好，有啦吼，要徛起来，大家看者，熟悉者，嘿，好。谢谢。好，在仁爱国小附近。好，啊，第9吼，每礼拜三下暗8点吼，咱有读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吼，来陪读圣经，希望教会彼此代祷吼，得蒙福。第10，过期报告吼，5月份咱收入484192箍，支出是483261箍，结余931箍吼。所以咱出诚济亏咱吼。第11，咱来欢迎新的朋友吼，洪国才弟兄有来无？张秀芝、赵怡杰。敢有来？有吼，欢迎你过来。过来陈秀玲长老，无吼？有在哪里？哦，有，好，感谢。过来团契消息。东升团契今仔日台记礼拜煞吼，伫教会1楼举行6月例会吼，请东升团契会员参加。第2吼。少年团契10月20甲21吼，要到南投的3年4吼，要退休会，每一人4200箍吼，有限吼，限人数是40人吼。你若是过去出席率吼有加到10届以上的客友吼，团契有补助1200箍。你捐款奉献有补助600箍吼，所以实收是2400箍吼。第2，你若出席率无到10届的客友吼，捐款奉献嘛是有600箍，所以实收是一个人3600箍吼。第3，出席率10届吼，是挂主日礼拜拜3的查经祈祷会，甲上年的例会，拜4的读经班吼，安尼落算吼。第4，80岁以上的客友吼，会当同齐报名亲人1名陪同吼。报名对今仔日开始吼，到6月15吼，客友优先吼，期满着查之后吼，缴费请咱的。春爱姐伫遐吼，嘿，好恁若有啥物问题吼，咱找咱的会长吼，周建宇，伫楼下吼，伫楼骹无闲吼。好来，第3，咱的暑假吼，儿童营吼，像是我的厝边吼，7月8号甲9号吼，顶晡的9点。甲下晡的4点半吼，要收40名的吼，对国小1年仔到6年仔的学生吼，爱缴保证金300箍吼。你若无伫倒无早退吼，专程参加活动结束以后吼，300箍照常退互你哦吼。报名呢，对今仔日开始吼，到6月18号吼。好，再来6月19到7月2号吼，开放咱的社区报名，欢迎咱的亲戚朋友吼来报互因知吼，带因的囝儿媳妇来参加吼。
互因同齐来吼，明白咱的奇妙的主吼。好，下骹是集体相通，咱为着咱外出做兵的啦，吼啊工作的啦，吼，也为着咱的时代、教会时代，也是讲新灵吼，有一寡困苦的兄弟姊妹吼，咱伫咱的灵修的时吼，提名替因代祷，吼啊求主赐福。好，安尼，煞接咱来用过变诗圣诗第398首，请起立吟全首。由员徛伫，咱请牧师为咱祝祷。咱做伙三角来领受上帝赐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从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